東涌嘅生活環境同小朋友嘅生活體驗係密不可分。呢度嘅小朋友每日都會見到好多飛機，而喺每次假期之後，佢哋都會分享同屋企人去唔同國家旅行嘅經驗。分享嘅時候都會表現得好興奮。而當旅遊經驗比較少嘅小朋友聽到，佢哋都會好想一齊親歷其境。於是喺進行方案活動嘅時候，老師就利用賽馬會有趣學中文計劃設計嘅中文故事書《環遊世界》作為引子，俾咁多位小朋友透過呢個以名勝同埋建築為主題嘅故事，穿越5個唔同嘅地方，學習欣賞當地嘅名勝同埋建築，從中鼓勵幼兒去探索多元文化，幫助佢哋建立開放同埋互相尊重嘅價值觀。為咗鞏固小朋友喺課堂裡面學到嘅文化知識，我同老師就構思創作一間旅行照相館，希望俾小朋友嘗試着上唔同國家嘅服飾，再請佢哋利用相機去影低佢哋有趣嘅造型照。小朋友除咗可以用眼球去認識故事書裏邊唔同嘅文化特色，藉住呢個假裝遊戲，佢哋仲可以將文化元素着喺身上面，作親身嘅感受。喺構思過程入邊，為咗強化非華語小朋友嘅歸屬感同埋學習興趣，我哋挑選咗5個國家嚟設計活動，包括巴基斯坦、印度、菲律賓、韓國同埋法國。呢啲國家都係學校非華語小朋友所屬嘅國家，等非華語小朋友喺進行活動嘅時候更加有共鳴感同埋親切感。喺準備旅行照相館活動之前，我哋會邀請小朋友同屋企人一齊搜集呢5個國家嘅資料圖片，例如國旗、服飾、食物同埋著名景點等等。請佢哋將呢啲資料帶返學校，同其他小朋友介紹。老師整合咗資料之後，就會請小朋友將圖片分類，製作成為文化行李箱，等大家認識唔同國家嘅文化特色事物。過程中增強咗家校合作之餘，亦都促進咗小朋友語文表達能力。當小朋友有咗呢啲前備嘅知識，喺之後玩遊戲嘅時候就會更加容易理解同埋投入。遊戲開始之前，老師會先將5個國家名勝張貼喺課室角落作為拍照嘅背景，例如巴基斯坦嘅拉合爾古堡、菲律賓嘅長灘島同埋印度嘅顧特卜塔。之後再預備代表呢5個國家嘅民族服飾，例如韓國嘅韓服同埋印度嘅紗麗，俾小朋友自己嘗試着上呢啲具文化回應元素嘅民族服飾去進行拍攝，等佢哋親身體驗同埋感受各個文化嘅魅力。遊戲開始時，扮演旅行照相館店員嘅小朋友會先用句式問顧客：你想去邊度啊？顧客就要喺旅行卡上面揀出想去嘅國家字卡，店員再接住問：你想去巴基斯坦做咩啊？顧客就要再喺文化行李箱揀出關於嗰個國家嘅文化資料圖片，再用句式講出佢想去邊個國家做啲咩。例如，顧客想喺巴基斯坦坐叮當卡車，小朋友就揀叮當卡車圖片，再講出我想去巴基斯坦坐叮當卡車。因為小朋友喺文化資料分享嘅時候，對唔同國家嘅文化特色有基本概念，有熟悉感，所以佢哋喺互動嘅過程中就可以較容易咁運用已有知識，用中文以問答嘅方式進行交流。當顧客講完句式之後，就可以同店員去揀選服飾，店員就會協助佢哋着上服飾。我中意印度嘅紗麗啊，紅色同金色好靚啊！當佢哋見到啲民族服飾嘅時候，都表現好興奮，因為平時都好少機會着到。有啲小朋友仲會講到喺咩時候先會着到呢啲特別嘅服飾。顧客着完服飾之後，就會去揀選國家背景拍照留念啦。
呢個係佢哋最鍾意嘅部分。擔任攝影師嘅小朋友就會幫顧客影相，請佢哋做出唔同表情同埋擺姿勢。你望下鏡頭，手叉腰。你而家係拉合意顧顧影相啊，笑得開心啲。喺遊戲結束之後，老師會喺大電視展示相片，同小朋友一齊回顧活動內容。老師會問佢哋頭先去咗咩國家，同埋想去嗰度做啲咩。大部分都可以有信心咁分享到，仲想玩多幾次，試下其他唔同民族服飾添。加入咗文化回應元素去設計角落活動，非華語小朋友見到自己熟悉嘅事物，同自己生活有關聯性，自然就更加有動機去探索同埋學習。過程中，小朋友唔單止認識咗唔同國家文化特色嘅事物，增加咗詞彙量，仲多咗主動用中文去表達自己嘅意見，同人溝通。佢哋嘅口語表達同埋社交能力都得以提升。我哋亦都好希望見到小朋友學習多啲唔同嘅文化知識。當有機會認識新朋友嘅時候，就有更加多嘅話題可以分享，亦都有助文化嘅傳遞。